伫咧学校内面有各种的社团，大家可能唔知影讲，立法院内面也有一寡社团，而且伫19即天头一个台语社团三牛金社，甲社员用台语念汉诗。立法院长游锡堃也特别讲到，较早咧做宜兰县长的时阵，是全台湾上早推动学校爱教母语的县市。伊也特别强调讲，母语若长，文化就会向消灭。风调酒。 九中天。立法院长游锡堃现场唱出汉语做的7件律诗，用行动展现对立法院成立台语吟诗社的支持。这嘛是立法院第7个社团，有台语老师来教大家念汉诗。那么10句就是4字尔，4句尔，律诗8句。我会将伊的历史故事甲这个作者的背景。 安尼会加深互咱学习的记忆力。老师用汉诗教社员，上主要是因为台语本身就真侪声调，适合用唱的，诗词底嘛较好记。院长嘛表示，台语是咱的母语，母语长文化灭。未来嘛希望台语汉诗吟唱会当推展变成台语教学的一部分。只要教那些诗，然后就会要他们吟唱。 然后用台语吟唱。那如果说有人全国比赛，然后提供录影带给大家，学生就会学呀，可以引导台语教学。游锡堃嘛讲，台语汉诗的教学有文学艺术的价值。这摆立法院成立第1个台语社团，嘛希望台语文化更加受到重视。记者陈雅文、李旭凯台北报道。